係歡迎大家收聽呢個 HPFA 啊，我哋係 Hello Project Viva A Allies 啊，咁呢個節目啦，咁我係今集嘅主持人 Lily，咁咧我哋咧係一班由即係日本 idol 組合咧，咁就 Hello Project 旗下嘅所有嗰啲組合嘅忠實 fans 啦，咁嚟緊每一集咧都會講下 Hello Project 旗下組合咧發生緊啲咩事啊，或者係邀請一啲嘉賓咧嚟睇呢個即係佢哋去咗演唱會會場之後翻嚟之後嘅感覺嘅。嗱，今日咧我哋就想講下 Hello Project 最年長嘅 idol 團體咧 Q-DOT 嘅演唱會咯喎。咁話說呢個 Q 嘅可愛之日啦，可以叫做咁係點樣嚟嘅咧？就喺2006年9月10號，當時佢哋搞咗個 event 啦，或者係可以話係 mini concert 嘅咁嘅東西咧。咁個副標題就叫做9月10號係 Q-DOT 之日咧。咁佢就用呢個名義咧就開咗一個活動啦。咁而每年咧都會搞一次呢啲活動嘅。咁今年咧就係第11次 Q-DOT 之日，亦都係最後一次 Q-DOT 之日啦。咁之前都講咗啦，係因為佢哋出年6月已經解散，所以出年9月就再冇呢個 event 或者演唱會去搞啦。咁而今次咧最後一次 Q-DOT 之日咧，佢又好特別喎。嗱，9月5號咧就搞咗一場舞蹈館嘅演唱會，9月10號咧搞咗一場喺酒店搞嘅 event 就好特別。佢正一反而唔搞演唱會，今年係即係搞咗兩個唔同類型嘅活動去紀念呢個日子啦。咁我哋咧今次咧就會邀請咗兩個嘉賓，咁一個係 William 啦，咁 William 同聽眾打下招呼先。大家好啊 ，William。係啦，咁呢 William 啦，咁另一個咧就係軒少，軒少你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啊。係啦，係啦，咁9月5號咧，阿 William 咧就去咗睇呢個Q-DOT 嘅舞蹈館演唱會喎。咁咧佢就好想同呢個聽眾咧分享翻。軒少都有去嘅。軒少都有去，咁但係問題9月5號咧就阿 William 自己去咗舞蹈館睇演唱會，你都有，你都有。好，咁陣間大家慢慢傾下。Q 嘅演唱會有乜嘢精彩之處咧？定係嗰日大約唱咗啲咩歌咧？阿軒少你知唔知咧？其實嗰日嘅嗰場演唱會就其實同其他即係之前演唱會有啲唔同，就係佢係唱咗43首歌。43首歌啊！哇！即係佢囊括咗出道啊、album 啊之類啦，係咪？係將全部 single 唱晒咯。全部 single，即係其實 Q-DOT 依家已經出咗20首，即係佢即係加埋係 B、C、D 嗰啲 single 29隻全部唱晒。但係佢 album 碟有冇冇唱 album 碟。哦，即係淨係唱 A 面同埋 B 面歌。即係由 Sakura 嚟去到而家最尾，即係精精 step 啦，再加埋未出道阿修杯。哦，即係嗰首4首地下單曲係咪？全部唱晒。哇！我覺得唔係全首係半首。係啦，當然唔係當然時間所限就一定唱唔到全首㗎啦。差唔多成場可能有3個鐘度啦。哇！但係如果你咁樣聽佢唱晒 A、B 面嘅歌，其實好難得㗎喎，即係可以個 con list 可以咁樣安排。咁呢隻碟咧出咗咧，咁各位支持 Q 嘅 fans 咧就一定要買啦。或者你對 Q 冇興趣，作為一個最後紀念，我覺得幾有意思。一個5個人嘅時候演繹由佢8個人變7個人，再變6個人，再變到依家5個人時期嘅歌全部唱晒，係咪？咁仲有佢仲有乜嘢歌係令你印象比較深刻㗎？即係雖然佢首歌都唱。如果你話即係呢一場演唱會深刻就係Sakura Chiari 啦，同埋Kamusa Live 呢兩首歌。係啦，聽眾未必知道係咩時期嘅歌，你可唔可以簡單講一啲？Sakura Chiari就係呢個第一首啦，係寫到第一首 single 啦。Kamusa Live 就係對上一年4月嗰期啦，4月出嘅，因為係對應翻6月11號10週年。而佢會上咗個節目嗰陣整咗呢首歌。係啦，揈毛巾嗰首。係跟住呢兩，因為Sakura Chiari佢係中間嗰段係有個 medley，係唱翻 indie 嗰啲歌。係啦，跟住喺大舞台行花道出小舞台嗰下，跟住就着燈爆波，即係成個畫面係，即係我係坐二階嘅，喺上面睇落去係成個畫面好靚咯，睇啲波飛落嚟。哦，即係又玩波波玩絲帶嗰類啦，演唱會都係咁。好啱我首歌嗰個氣氛。係啦，咁 Kamusa Live 就係 encore 之後第一首歌，我冇記錯嘅話。係啦，跟住其實真係嗌完啦，跟住一出嚟嗰下就係即係因為嗰首歌冇啲 intro 音樂，一嚟就係嗰首歌㗎啦嘛。係就所以係好有 feel 咯。同埋跟住就全部一齊揈毛巾啊。係啊，跟住同埋嗰首歌其實本身都我覺得係神曲嚟嘅。
神曲，同埋佢其實我覺得個 MV 係幾有意思，雖然佢好簡單，但係佢特登係將3個離咗隊嘅 member 嘅成員寫咗喺個 blog 後邊。咁而事後呢個演唱會場咧，咁其實有啲花絮嘅。我見到 blog 上面咧舊成員梅田繪莉香同埋阿有緣 Kenna 咧都有嚟到現場睇嘅，仲要影埋相添。咁我覺得其實雖然佢哋已經離開咗呢隊組合，各自有自己事業發展啦，咁但係佢哋3個成員加埋阿川上愛都係對呢個 Q 嘅成長咧都係不可或少嘅，即係無論佢哋加入啊或者離開，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即係我自己當然係公司未必做得到啦。如果我喺度諗，哎呀，如果最後嗰場8個成員喺台上面，即係你唔好話唱歌啦，一齊鞠個躬都幾好。不過我諗呢樣公司應該就未必會允許㗎啦。咁但係2首歌，我冇借 live 同埋嗰首 Sakura。咁係啦，咁但係仲有冇其他特別嘢咧？個演唱會？都有啊，都有啲蝦碌位嘅。蝦碌位咁可以分享俾呢個聽眾聽，聽眾唔喺現場啊，因為大約喺 encore 前嘅後段啦，愛你就甩咗個耳環，甩咗個耳環，甩咗個耳環咁咪執啦。咁其實嗰段佢都冇話特別好慌張嘅，即係因為真係我覺得係經驗咧，都還可以。咁最尾去到 Comeback 中間有段 rap 噶嘛，即係同嗰日賣嗰個 rap 噶嘛，去到佢唱嗰 part，佢頭嗰句冇入咪咯，即係佢唔記得唱。哦，即係佢跌咗耳環放到嚟，甩咗歌詞啦。係啦，佢甩咗，跟住最尾就冇翻，係啦，即係成場歌，我覺得成個遺憾，即係叫一個係啦，一個咁嘅位，一個遺憾。即係就冇咁完美啦，跌咗演唱會。不過其實我覺得一個缺陷咧，可能係會點講咧？反而會終身難忘。即係你記唔記得即係我講佢嘅師妹啦，或者叫做師姐啦，嗰陣時都仲係師姐。阿 Morning Musume 咧，我係好記得當年道眾沙牛尾喺畢業演唱會上面係整親隻腳㗎嘛，而佢亦都係歷屆到咗今時今日咁多位畢業成員之間係唯一一個整親隻腳而令到佢要忍住痛去繼續完成呢個演唱會㗎嘛。咁但係雖然嗰下佢整親隻腳變咗個表演係少少遺憾，但係而呢件事都會令到我哋作為 fans 咧係會即係令到個演唱會深刻咗添，反而除咗啲歌好好聽之外，仲有阿沙游整親腳，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雖然嗰下可能愛你都會好自責，佢跌咗隻耳環，令到佢甩咗歌詞，會可能事後喺後台喊啊或者點樣，但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過咗去嘅嘢，都算數咁樣啦。咁而我知道咧10號咧，10號你啱啱講完5號冇道館噶嘛，10號你仲有一場2fan係喺酒店嗰度搞噶嘛，阿軒少你都有去咗，咁我諗聽眾都想知道嗰日係會有啲乜嘢玩或者有啲咩發生。其實呢一場 event 係我又覺得普遍 event 比較特別嘅一次咯。咁係首先喺酒店搞啦，酒店嘅出邊一個 hall 啦，喺個品村嘅。咁佢其實主要其實呢有張地圖。係上網都有啊，其實係上網都有。陣間我哋 scan 上網下。咁其實主要佢有2個場啦。咁我哋就一齊睇呢張圖咁就，佢呢個我哋叫大堂啦。大堂。咁其實就喺主門口入咁樣排隊啦。咁呢度就會有5個小遊戲玩嘅。咁就主要係可能佢一開頭就有啲研究生啊，同埋佢因為呢場 event Tsubaki 都有份參加嘅，係啦，咁Tsubaki 佢哋研究生啦，有份每日喺度同大家玩啦，同埋呢個 Maguchi 佢都有 Tsubaki 嘅 member 去幫手嘅一開頭，係啦，咁跟住呢個位其實就主要係排隊入場，因為佢入邊有另一個主即係主舞台咁嘅地方啦，咁其實做呢個主要 Maguchi 同埋啲比較普遍即係簡單啲嘅嘢啦，咁入去呢度就會係入咗去個飛天嗰個主場館，咁嗰場 live 咧就會喺呢度做嘅。咁呢一個 event 可能咧聽眾未必知道我哋講乜嘢嘅，咁我哋稍後咧即係呢段 video 出街嘅時候，我哋會上載埋個 map 上網咧圈翻俾你睇，我哋啱啱講緊啲乜嘢。好，軒少可以繼續啦。咁主要個呢場 event 有3場嘅，即係有3場咁多。幾多點去到幾多點啊？11點入場，12點一場，去到2點半度啦。跟住3點一場，去到跟住第3場應該6點鐘度啦。6點鐘，total 3場嘅，係啊，total 3場嘅。咁其實呢場 event 除咗我覺得就係有個 live 之外啦，其實仲有啲係關於佢哋嘅嘢睇咯。即係譬如佢有5塊展板，就譬如佢哋5個 member，佢哋就寫翻佢哋即係
呢日嘅感受啦。哦，今日搞呢個係嘢，好開心啊！或者好歡迎你哋嚟啊之類啦。可以圖下睇，即係上網都有，即係波都有啊！即係簽名，即係佢親手自己寫上塊波度。咁同埋除咗呢啲之外，仲有佢一啲舊 MV 嘅衫啦，演唱會嘅衫啦，勒住腳趾好懷念係咪？多嘅，但係有咯，因為其實你見到好特別就係佢連最開頭即係indie 嗰啲歌咧，都有，因為其實嗰陣時即係好似一個繆斯人咁樣，係啦，咁啊特別因為佢哋細細個加入咧，你見到啲 size 咧好迷你，到依家好大隻啦咁樣。係啦，咁同埋有歷代即係啲特別嘅 con 故事啦，鋪頭故事啦，同埋有咁歷代嘅 single album 一個 corner， 係啦，咁同埋裏邊有都係遊戲玩嘅，有嘢食嘅，咁呢啲就全部佢都有game 券同埋飲食券要買去參加嘅。咁其實最特別啲就係我本來冇遇過玩遊戲係會同佢哋，即係佢哋會有份落。係，即係你本來諗住係坐低喺台下邊睇佢哋玩遊戲，即係好似一般嗰啲。睇完 event 跟住佢哋就入去休息，跟住我哋點樣有啲工作人員去玩㗎啦。咁原來完咗個 event 之後，佢哋會出嚟一齊參加，即係每一個 corner 佢哋會。即係企下咁樣咯，係啦，即係呢個係即係一個好親民嘅一個表演啦，冇估到呢一樣嘢，即係佢哋可能會喺啲飲食 corner，你會你買嘢食，佢會遞嘢食俾你，咁同大家傾下偈啊，咁遊戲佢會同你即係可能幫你收張飛，俾禮物你啊，可能有時一齊參與啊，即係啲咁嘅係啦，即係我覺得我估唔到。有啲咁嘅嘢睇咯，即係有啲驚喜，或者有啲令你參加完呢個 event 更加開心，或者一種好滿足嘅回憶啦，係咪？係啊，回憶咯，因為都未試過啊嘛，係你唔會諗住可以同你偶像一齊，即係唔係話一齊玩，就係一齊參與。係啦，或者你可以近距離再接觸下咁樣，係啦。咁同埋嗰個 live 都好睇嘅。佢3場有啲咩歌曲咧？歌其實因為3場即係1、2、3場，係咯，你第一場開始講起啊。第一場一出就已經係做一支，即係 album 嗰首Lucky 做 center 嗰首啦，跟住就係其實我真係唔好即係嗰首歌點哼咧？因為聽眾咧，如果第一次聽係聽唔明，你講咩叫 Lucky 做 center？Lucky 係邊個咧？咁樣嗰首 Lucky 係中島早貴啊！我想講係即係最尾會打交叉 pose 嗰首。打交叉彈咩？係啦，我遲下再遲啲，因為我都唔係好記得。係啦，唔緊要，我哋揾到個名，我哋再會打上去。咁其實呢個 live 嗰個歌 list 係點樣定嘅咧？係之前有投票就fans 們最中意嘅30首歌。哦，即係由嗰30首歌入邊再揀個 song list 出嚟嘅。30首歌出嚟，跟住就因為佢有3節，咁你就每一節就10零首咁樣咯，10零首，即係佢簡單嚟講，佢嗰日係唱咗30零首，都好好體力啊！嗰日係大師姐，係啊，但係全部都係好重咯，好重，即係好想你係好想聽翻佢唱呢首歌嘅，係嘛？係玩睇 live 係玩氣氛係嗰啲歌咯，即係你係第一場就有中島早貴做 center 嘅歌，一開頭係最尾就有 Jump 咯，即係仲有 Jump 係呢個演唱會結束嘅歌曲係好出名，同埋 Jump 呢首歌咧係喺如果我冇記錯，第一次演唱會已經有呢首歌啊！真叫多係7人時期嘅7人時期嘅，CW 係啦係啊 Sakura 即係第一單曲嘅 CW， 第一個單曲嘅 CW 呢首歌係好多演唱會通常都係攞嚟做 ending 嘅歌曲嚟嘅。咁第二場係會有啲乜嘢印象深刻嘅歌曲咧？呢個我就唔清楚，因為我冇去。你淨係去咗第一場啫，好唔緊要，多謝你嘅分享啦。咁咧，跟住我諗聽眾咧聽咗咁耐都有啲攰啦，把首歌翻嚟，我哋咧嚟緊播嘅歌咧就係可愛團地下單曲第4張，但係某程度佢當年演唱會第一次8人時期唱嘅歌，簡單啦。
William 咧講呢個舞蹈館演唱會嗰個情況咯喎。不過咧，我就知道 William 比較特別啲嘅，佢未必係睇 Q 嘅。咁而 Q 作為呢個Hello Project 嘅大家姐啦，咁我知道旗下差唔多大部分組合成員，大部分我諗8、9成都已經去晒㗎啦。咁據聞咧 William 個焦點咧就唔喺呢個 Q 嘅之上，咁我哋睇下呢個其他團體點樣發揮啊！好 William 先講。其他團體其實冇乜發揮嘅，大家都係坐喺度。我不如講下邊個位先啦。係啊，你講下邊個位先？你最中意講呢啲。嚟。邊個最要？咁其他團體其實 HP 搞親舞蹈館，其他團體都會嚟睇下唔知咩研修嗰類啦，嚟睇下究竟覺得啲 con 學習下啦。係咯，學下啲師姐點樣做啦，係咯。咁通常咧舞蹈館就喺一街南區，就絕對係一定喺嗰個位㗎啦。嗱，一街南區有啲觀眾咧，即係啲聽眾咧必飛嗰陣時留意一街南區啊，好重要。靠左啦，一街南區係左邊。靠左添啊，仲有我先撳下低佢。所以咁，如果你計翻東南西北，最近容易睇就應該係南東啦。南西。嗱，記住一街南區，唔係南西。一街南西係咪？一街南西，喂，講清楚啲，觀眾必非要知啊，因為呢樣嘢。南西，因為喺佢哋嘅左邊啊嘛，我哋要咁咪南咁咪西南咯。咁日本寫法係寫南線噶嘛，所以南西咯。哦，一街南西，咁就最容易睇到呢個關係值係咪？關係值呢樣嘢好緊要啊，因為你除咗睇呢個主體演唱會之後，亦都可能睇到平時成員私底下着私服嘅樣啦，甚至冇化妝樣都可能見到咯。睇下你距離啦。睇個距離啦，係咪啊？我都唔係特別近嘅。你都唔係特別近，咁你講下你個關係值嗰個座位表嘅安排啊？其他我都唔係太記得㗎啦。唔記得，係啦。第一行就應該 B 公 Mary's 工房係咪？清水顧問同埋阿紅姐。哦，清水顧問同埋紅姐模特兒，隔離就 M 良9期。9期即係咪即係普九村勝同埋呢個新賢 Ella？跟住孖站。係咯，好似范娃都喺度。范娃都喺度，係副隊長范娃。第二行就有工藤遙，跟住隔離就小田英啦。好，第二行咧就有呢個擁有大量後宮嘅工藤遙同埋阿歌姬小田英，今次揀咗小田英啦。我揀咗小田英。好，跟住仲有咧啲乜嘢咧？隔離仲有12期3個啦。12期3個點解嚟咗3個嘅？係咯，邊3個咧？我想知道。少咗朱音啦。朱音啊，可能係朱音可能有嘢做啫，可能有其他嘢做啦。仲有咧？下一行就天使啦，天使有9個人喎，先天使。天使分2行咯，第三行有表弟I，跟住失田、勝田、中西，跟住和田。哇，好多喎！但係問題點解啊？失田嗰啲作為3期可以坐攞1行，即係都係個師姐嘅氣勢係嘛？跟住下一行咪上個5期嗰位。5期啊，毛毛未記得。笠原圖來，如果冇記錯啊，係咪咁讀？係上國了，跟住就唔知啊呢個坐喺佢哋隔離喎。上國了文衣，咁啊第4期嘅成員。跟住隔離係佐佐木。我反而佐佐木係照顧2個新人，所以坐喺後邊啦。係啦，唔知。咁可能佐佐木係即係比較睇住啲新人啫。雖然佐佐木自己都係一個好好動嘅過渡兒啊。係，跟住仲有咩人咧？隔離就 Juice 5個啦。Juice 5個就坐咗喺後邊。坐咗喺天使隔離咯。即係應該可能輩份都係細過天使，所以坐嘅位置就略高啦，係啦。跟住下一行咪Country 啦 ，Country Girl 嚟咗幾多個啊？我想知。Country Girl 好似我記得嚟齊嘅。嚟齊。係啊。即係7個成員依家。係因為佢其實之前都有握手會。其實 Juice 都係 Juice 之前都有握手會，所以佢哋基本上一定嚟咗舞蹈館。Juice 咧就5個成員嘅，Country 就7個成員都嚟齊，係咪？7個成員嚟齊。佢哋係一齊坐定分開坐咧？一齊坐嘅。一齊坐，係。應該都有啲關係，上下關係咁。上下關係，哇！即係依家 Momoko 要做咗最低嗰隊啦。唔係喎，最左反而係小關黐站，即係林戶、新戶，跟住就係啦，跟住船木、兩村、三木，跟住摩洛哥最側邊咯。咦？反而係最年紀最細嗰2個夾中間喎，真係 centre 喎，即係又有另一種上下關係啊，好似。係，跟住仲有冇其他成員啊？仲有
再高一行咪有拳功Tsubaki Kobushi 都嚟啦。O K 拳功。係啊 Tsubaki 就淨係嚟咗幾個啫，嚟咗兩個就係啊。嚟咗兩個邊兩位成員咧？我知。三木同希空就。山岸理子同埋山岸理子同埋山岸理子即係 Lida 啦 ，Lida 山岸理子同埋希空，即係另一個即係都係暫時都係一期成員啦。佢新加嗰三個係唔喺度噶嘛？係咪？嗰三個係啊，唔喺度。嗰三個唔喺度，係啦。佢哋隔離咪拳功啦，拳功7個啦。拳功7個，咦？但係拳功有8個人過嘅啦。田口病咗啱啱。哦，田口病咗，所以除咗田口之外，嗰7個成員都喺度嘅。係啦。咁咪又係啲。好似最左就應該野村哈麻，哈麻跟住藤，好似係廣瀨跟住藤井和田英子，最側邊就井上。哦，即係佢哋係咪7個都係坐同一排咧？係坐一排，係咯。明白。跟住再後一行就研修生啦。研修生嗌唔出名啦。嗌唔出名，唔緊要，等佢出道嘅時候先慢慢記名。好啦，咁依家簡單講咗，哇！原來 Q 多9月5號武道館嗰場演唱會咧，有咁多後輩成員去咗睇嘅喎。